互我声，这么开始带来一首阿文歌，来邀请全国好朋友共同欣赏收听，谢谢。小姑娘，小姑娘，装甲水水要倒位去？双边的嘴皮红记记，看起来真古锥。看起来真古锥。阿文哥，阿文哥，阮是十八的小姑娘，今日是妈妈的生日，阮要去买物件。阮要去买物件。小姑娘，小姑娘，头鬃绑一条红花巾，乌乌的目睭黄润润，等起来真迷人。等起来真迷人。阿文哥，阿文哥，咱是自细汉好朋友，今夜有妈妈开红会，你一定爱过来。你一定爱过来。小姑娘，小姑娘，请你我过来看一个红红的嘴唇樱桃花，我来亲一个。予我来亲一个。阿文哥，阿文哥，姑娘十八是花蕊花，无随便予人乌白情，请你着爱原谅。请你着爱原谅。小姑娘，小姑娘，我是深深来爱着你，你敢会嫁我做太太？请你讲好唔好？请你讲好唔好？阿文哥，阿文哥，你若是真正的爱着我，希望你甲阮妈妈讲，阮就会嫁予你。阮就会嫁予你。原来安尼去甲阮妈妈讲哦，是啊人就要嫁你呀哈。喂，今年的时阵就才14岁尔，嘿迄阵真正很年纪很轻，可能还阁等一下。还阁等我大汉。但是呢，我听着这个小姐的声音的时阵吼，是。甲伊这个歌声，我感觉讲这个小姐真乖啦，阁真聪明伶俐，是啦，自细汉大汉的话，厝边隔壁拢嘛会当探听。青梅竹马。以早吼，若咧讲亲情的时阵吼，拢总隔壁内底啊无着迄啥，啊咧隔壁砖头尔。是。啊，人迄拢嘛会来探听，迄像即马，迄拢去登记好，才转来甲徐大人讲的吼。对。即马拢安尼改啊，系哦。
即摆吼时代无共款啊，无共款啊先斩之后奏，先处理了后再搁报告。嘿，以前吼毋是啊，芳玲啊，迄明仔载吼，咱咧住伫隔壁庄头，迄啥物人因后生要来甲你，要讲要来看者啦，探看者，叫迄号做媒人婆来看者是啦。嘿，啊，你明仔载就卖咱我无看到，草你内面入去啊？哎呦，我的面你莫颠倒头去，你咧甲对莫食。怪吼，哦。哦，对，你声音无够大北吼。迄咱咧隔壁庄头啊，吼，啊倒一户的吼，啊知影因后生啦。是。哦，啊讲安尼有看着，啊明仔载讲有叫迄媒人婆啊吼，来甲咱，要来甲咱安尼行者安尼。啊，母啊人母爱啦。我爱。我甲伊共啉。伊早甲安尼讲，他就讲转去啊。人伊较活骨啦。哦。变化较济。啊，你不早讲，嘿。那即摆我咧讲吼，即摆无通互你讲啊啦，对无吼？啊，那以前真正人是大人啦，看介意吼，啊，就安尼，吼，甲你都有人来做亲戚。是。啊，无叫人偷看去。我有一个朋友，这真正哦吼，伊咧做，伊迄阵伫银行咧做小姐，然后银行的柜台小姐吼，都住银行啦。哦，一个头家娘啊，就不等去寄钱，你敢知？一个好，啊，佫足客气的，来讲阿婶，我紧你豆豆，我甲你用啊好吼。是。我足客气的，安尼就讲吼，好，一个吼，我绝对要甲带开做新妇的。好，就真正叫人去讲安尼。是。嘿啊，叫人去讲的时阵，安都成啊了。好，因为吼，咱讲真个，阮那边目睭足金的。因为内底迄头家娘迄内底数字拢足济，啊，敢若伫咧寄钱，拢无咧领钱的啦，是好空的啦。哦，我嘛捌听过讲做这吼，这媒人婆啊，咱讲这个啊，媒人喙好蕊蕊啦。安怎？哦，来，芳玲我来介绍一个。好。哦，卡呢无？卡呢无？无啦，就迄啦，钱无啦。嘿。嘿啦，卡呢有啦。卡呢有，啊，钱甲卡呢敢无共？卡呢讲做日本话。好。哦，这就是技巧啊。是。结果两个是去见面的时阵，对无？钱真正都无啊，散食囝。嘿，啊，卡骨黏黏的咧安尼。哦，卡算了有一点仔毛病安尼啦。卡呢有啊。伊讲钱无，卡呢真卡呢有啦。啊，以前人听有诶，哦，讲卡呢都是钱。泡茶时，我听阮丈夫啊讲诶。嘿，安尼哦，叫做卡呢者安尼。对啦。啊，小可长底卡啦。哦，好啦。啊，搁迄个有啥？三人共五目，吼，无长底卡话。迄另抓再搁甲咱观众朋友讲。对。哦，来，我来看马线顶已经什么人哦，来上线哈。来了，大家拢做陪伴，秀仁大哥好，丽丽、淑梅姐、顺天哥哥、昌雄大哥、洪竹姐啊哈，文龙大哥、秀凤，谢谢哈。来，sen树哥哥、古大姐啊这林太太，来张龙友大哥，感谢雪玲、康苗姐姐、显萌大哥，感谢咱的秀芬、尤大哥、尤大嫂、文东哥哥、盛吉大哥哈。啊，今仔日，你看嘛，元宵节呢？是啊。啊，今日是元宵节。对。而且首先呢，祝福咱啊，这观众朋友，哦，元宵节快乐。对。但愿你呢，啊，今年的时阵呢，过了这个元宵，拢当咧顺利。对。也无灾无祸啦。当然咯。哦，也人顺啊，就这个呢，厝内面兴旺。哦，赞。哦，啊日子咧，就亲像圆啊共款咧，圆，搁八，叫做圆圆满满。对，啊，讲到做圆满吼，其实咱观众朋友，是，哎呦，一个过年过来时阵，拢食甲真圆满咧。圆滚安尼吼。我放年吼，鸡头卵腰串。大鱼大肉。啊对啊，啊，都拢是讲啊，着过年时间头要紧。油炸的年菜。嘿啊，年菜你知影？年菜吼，拢总安怎？拢较油、较重啊，较重口味，你知？年糕。嘿啊，我咧讲吼，一个过年过来时阵，哎呦，胆固醇嘛升悬。哦，啊，甚至吼三高的人客啊，本地就三高，哎呦，那拢伫穿开啦，控制了袂好势，糖分嘛控制了无好势哈。啊，甚至我咧讲哦，尤其是咱若讲有即个血路血靠的人，低密度胆固醇偏高，你都爱注意啊。哦，真正袂使讲家己的身体有当时讲啊，我一半工啊，敢有要紧，因为今年的过年较长嘛。哦，咱休困的时间较长，搁抓着搁连休，所以讲你会感觉讲放松，大概家己放松差不多规半个月。拍牌啦，看电视啦，啊拜年的时阵了，伫咧行动搁少，哦，啊所以讲像这个血路循环会变慢。对。
哦，啊，像即个火若未通气落的时阵，是啊，啊，当等讲你像即个火气悬，即个火一定流动就慢，啊，你讲到这，火更负担就变成真重，三酸高音子若高悬的时阵吼，你的火就变安啦，变天变的浓稠，嘿啊，浓稠啊，黏黏贴贴甚至吼，我咧讲哦，迄低密度的胆固醇啊，堆积到一个程度的时阵，若讲吼，形成一种板块，火角，火角哦，哎，哦，啊，火腾，佮加上你有火腾的问题，波动就大啊，安尼就惨啊哈，安尼足容易安怎？伤害到这个你的火梗内面的火光壁。就倒安尼流窜，我咧讲哦，有一间就逼掉去。但是吼，即你平常时啊，伊豆豆累积你无感觉咧。哦，哦，你豆豆吼，啊慢慢累积了后的时阵，吼，你就感觉讲啊，过即个年了后吼，咱会咧做即个吼胸闷啊，啊行路较喘。胸较白白，头会神，会重，啊行路的时阵疲疲惫惫，哦，夹要数无空气共款。是啊是啊吼。其实即款的即就是循环无够顺，对甲血气有直接的关系。所以讲，咱观众朋友吼，维持血液循环吼，会当畅通，爱通顺，袂使绝对袂使互伊天天啊，要哪顾呢？爱安顾，我咧讲，若讲着顾，观众朋友啊，咱有一项有好物件哦。迄胭脂眉啊，人迄日本人啊，迄日本人发哦，这真出名。专利啊，胭脂眉讲迄个红豆滚。风评嘛真好。哦，爱足侪。这毋是一般的豆滚咯。无共无共。嘿。嘿，迄会使家食看卖啊咧。对。哦，吼，所以讲吼，希望咱观众朋友啊，哈，你若是讲要通，要火落阵的红豆滚这项物件，咱若进前有听方玲讲过，你就知影讲，哇，遮神奇哦。是啊。迄安尼，迄伫日本迄算国会议员啊，对。中风袂行，塞轮椅啊，食了后，哦，讲过会爬开行啦。嘿啊，通过。啊，通毋是讲吼，你甲嚼气气。是啊。是为着讲要做这血路来甲伊拍开，对。互伊气流通，吼，啊气血会巴足安尼，哦，啊血路若通若顺诶，人自然得就轻松。对啊。就袂安尼积掉咧啊，对无吼？好来，元宵节吼，讲一下团圆圆满哦。啊，我咧讲哦，食安尼豆豆爱回归啊，吼，袂使搁食安尼啊。毋是要100尔，循环嘛爱顺。对。甲像即个血管甲顾好，嘿，啊，甲像即个血流甲顾顺。是。哦，咱即一年诶时，才会真真正正平安顺遂啦。对啦。愿大家做即个呢元宵圆满。对。哦，身体顺畅，安尼。啊，即个灯火先相明，哦，啊，就即气血的时阵，就时常拢足通顺的，日子啊愈来愈稳，吼，啊平安嘛，福气自然得心度安尼吼，长眠啦。对啦，愈来愈哦，咱久久长长的意思啦。吼，好，伫遮，咱即摆来木华大哥、坤清哥哥拢真爽哈，来，即摆要来准备着咱今仔日头一阶段，甲咱观众朋友来做互动的哦，点歌的时间，来头一首歌曲。南蒙的红桥，今夜灯光也暗淡，南蒙的红桥。是方言的歌曲。真热啦！恁记好，这较贵用咧。好来，第二首歌曲，祈祷你平安。若想起初恋迄个人，心内犹原也是对伊真不甘。来，第三首歌曲哦，吼，这首是咱这个痴情大时间。海沿波浪，汹汹拍醒阮的恋梦，亲像海鸟叫你出航。第四首，干一杯。干一杯，
既然你我相会，何必讲出客气话？来第5首，这首呢是庙会，庙会哦，但是我梦玲的国语的哈。欢乐戏鼓隆隆咚锵，把老传销。盘珠青龙探头望，时时嚣张嘴。来，上尾这首哦，翁立友的啦吼，坚持。的路，不知我长偌年苦，看袂着，行着一步算一步，雨水若落，已经压淡阮衫裤，只剩风，只是予阮的心更加坚强。好来。以上6首歌曲，甲咱观众朋友准备，咱来做互动。卡咱头前的专线电话8326-317。8326-317。哎，中华关市第8外关市加一个控诉的可以。头一首南方的红枫桥，第2祈祷你平安，第3市情大世港，第4干一杯，第5庙会，第6首坚持。来，以上，安尼已经满线了。哦，谢谢大家哈。欢迎头一位观众朋友上线。哎，运动哥，王林，青铜大哥，来哟来哟来哟！江林老师你好，元宵我节快乐。点第2甲第3，第2甲第3。 2跟3，哦，好好好，祈祷你平安，好，谢谢，感谢。痴情的大世港。好好好。下一位，喂，你好。喂，你好。喂，喂古大请阿姐哦。古大姐，你上线咯？喂，安尼阿姐你搁卡一遍，我咧接袂开。来，医生哥哥你好。刘大哥，喂喂，有人伫咧无？喂，扩音已经有。喂，你好。对刘大哥哦，来哦吼。好，来，要听啥歌？3甲4哦。 3甲4。哦，我写开哦，嘿。痴情的大好，平安哦，世嘿，谢谢。来，顺天哥哥。 2位主持人元宵节快乐！来我要听第2首甲第4首，谢谢，哦，感恩。好，第2首跟第4首哈，OK， 谢谢您，平安。哎，你好，黄大哥。喂，你好，嗨，我要听第1个。第1个南方的红枫好桥，没问题，我写开哈，谢谢。来，龙友大哥，哎龙友大哥你好啊。哎，好，祝你帅哥好。你今仔要听倒一首歌？我早起， 3甲4。 3甲4哦，我写开哈。哎好好，我写开啊，有听到啊，嘿。好，谢谢咱的龙友大哥，你要听3号甲4号，曾小姐你好。哎呦，感谢。 3号哦。 3号，好，曾大痴哥。情的大世港。后到3号啦吼。哎好，我写开，谢谢，感感谢哈。今夜海水有目屎打心，喂，两位好，哎，元宵对，节快乐刘！大哥谢，谢。我点2个5。 2甲5。 2甲5。好，没问题，我写开哈。好，谢谢尤大哥哦。哎，你好，苏儿姐。哎，你好，嘿3号， ，3号呀。好， 3号我写开啊哈。好，谢谢平安。 3号哎，你好。喂。哦，你好，哎，元宵节快乐！谢谢你。今仔要听我到一首。要选2甲3。 2跟3哦。 2哦甲3。哎，啊，你是新人客呢，头车开条阮点我有歌。会员呢，可能无共芳的款啦。阿姐，啊，我要哪请好你，你甲我讲。我有会员，我是查甫。哦，大哥呀，啊，查歹势歹势甫的啦啊吼。
2跟3啦哈。声音真好听。啊，你写什么名哈？你给我讲者。属于算较中性。哎，没有，不用哦，嘿，对，我跟你讲，唔免你甲我讲你什么名就好啊，你写开啊，嘿。顺德大哥啦哈，好，无问题，我写开啊，嘿，好，谢谢顺德大哥平安，好，来哟，喂，你好，陈妈妈。喂，芳玲，哎元宵节快乐！谢谢你。我跟你讲哦，好，你讲。我去第一工啦。哪有可能？你遐勇行行？我去比啦，嘿，第一工啦，安尼哦，去有亚东啦，亚东，啊，芳玲，哦祝你元宵节快乐！感谢谢谢啊，今晚平安回来啊，哈，祝你厝内底身体健康我打过一条南方的红红桥，南方的31倍。 OK，好，谢谢好，陈妈妈，祝你身体健康，对，哇，安尼吼，早一日康复。是啦，啊，我跟你讲，伊即马人好势好势，才倒来伫厝诶啊啦，是好，来哦，时间哎，文川大哥你好，啊，芳玲，哎，文川嫂啊，了老师你好。哎，我伫遮，啊，嗯， 1跟2。 1跟2，好，无问题，好，我写开哈，不客气谢谢平安哦，哎，你好，节快乐许妈妈，来喂，屏东九路的吼，来，许妈妈，你今日要听倒首？恁两个好，你嘛好，好，我要来点第第四首哦。干一杯，哦，我写开哦哈，好谢谢许妈妈平安，谢谢。来，台顶有李大姐，你好，嗨，好，我要听第4首，好，好哦，我写开哈，跟第3，甲第3首遐，嘿好，无问题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好谢谢来，明杰大哥你好，嘿，你好，明杰大哥，你今日要听倒首？第4甲第6，第4甲第6，安尼哦，嘿干一杯，好坚持，好，谢谢你，谢谢。来，张小姐你好，我要选1号跟2号，安尼哦。 1号跟好，没2号问题，的张小姐，谢谢。好，谢谢大家你。做安排，哦，今日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。多一个，喂，哎，金青大哥你好。哎，帮人家给抓了。哦，来，你刷卡先。何大哥，来何大哥哈，做一下登记啊，登记开者啊哈，嘿来，对好，谢谢何大哥，等人家打电话改下的好啊。谢谢你好，谢谢。来，老师安排一首做痴情的代志，痴情的大师讲，这个歌最有感情，痴情的。哦，所以讲是上关票的，好是无？？嘿，痴情的大师讲哦，痴情的大师讲方言唱的哦吼嘿。来是咱这个文东哥哥、坤兴大哥、龙友大哥，跟咱曾大姐、素娥姐，咱的顺德大哥、李大姐，哇，安尼个哦，咱个有咱的顺天哥哥，迄什么蛋的嘛，拢有点去秀秋香节啦吼。好，来，古大姐阿姐你好，喂，古大姐阿姐。你的电话接不起来呢，很奇怪，我已经接第2届啊，吼，好，好来，好，我等你再甲回答好啊，好。海风的声音啦，若想起着这个歌，就去想到唐飞。唐飞毋是国防部长哦，唱歌迄个啊。为着要爱一个人，迄个痴情心，甘愿来做查甫的，伊要来做查某囡仔，哦，痴情的大师讲。
好，谢谢大催情的家。大西港，艺术内底佫有课，好，好来，啊，咱们下一首要准备的是老师是干一杯，好干一杯，好，好，谢谢大家，来先行一首歌曲，但是咱要来进行着，哇，谢谢，我来看看什么人搞泡泡啊哈，哎，尤大哥、尤大嫂、丽婷，感谢大川的黄大哥，哇，好久不见哈，来何必放松的头家娘你好哈，谢谢文东哥哥、坤兴大哥、盛吉大哥、昌雄大哥、古大锦阿姐，啊来木火大哥哦，谢谢，咱的正清大哥。咱的钟正清大哥对，你若要拍泡啊，你就爱卡过来这线才对吼。你拄则毋是卡伫拍泡啊专线吼。盛吉大哥，咱有秀峰、木火大哥、神树哥哥哈，感谢林太太、雪玲，感谢林默默的泡啊声，隆重收开，谢谢。来，即摆呢要来进行着咱第二阶段，准备互咱观众朋友来安怎听歌。要好歌，送好你，送个互你新歌。好，你要送互你哦。对啊，互咱观众朋友讲，哎呦，过年过来的时阵，咱安尼骹条才无力着。到你所。啊，搁刷落咱安尼种生冷吼，啊袂使煮，咱要掰开的时阵，哇，安尼袂使开。来，今仔日吼，咱来讲即个幼歌的时阵，咱来送咱全方位第5代防护咱的护膝。上盖新的。80拍的石墨烯哈。哦，啊，若展开了超过15公分，拄好长度拄啊好，绝对袂光烈的。有的人讲哦，伤红、伤冷，无可能，因为咱这内底拢有参透20拍莱卡莎，美国莱卡莎足厉害哈，也是专利哈，因为因为伊对弹性足好的，哦，互你准讲你是45公斤，还是来个95公斤、100公斤的人，拢总会适用，穿着更舒适。对，好，包括讲咱的内裤、内衫啦，吼，这类长裤拢总是共款，拢总是用袜子嘛共款，拢总是美国莱卡莎哈。后来360度的，拢总立体编织法的哈。一体成型的吼，无单间佫有咱的妈祖婆加持过哈，叫做吼勇往直前啊，赞！来准备着歌哦。今日呢，要来甲献唱一块上界天的红歌星啊。安尼哦。伊因我咱民族台洪英红先生。哦，真受欢迎一块歌。我即摆来甲献唱这块歌，互咱观众朋友又拢总有几字？6字。来哟！好，你那会真无情。这呢无情，哦，你哪会落袂停？哪会落袂停？哈，你敢会知影我的寂寞的心情？寂寞的心情，甲我分开了后，心肝拢袂清，心肝拢袂清。你嘛着相同情，相同情。你唔通落袂停。会吃大船，哪会吃大船？你透早就甲丰富，你甲丰富，你害我想起迄时初恋的情分，初恋的情分。
你害我想起过去，心肝乱纷纷，心肝乱纷纷。哦，你嘛着小休困，小休困。你唔通吃大船，这呢大船。我来这首歌曲叫做什么名？咱来从这个歌词内面就已经唱几落摆啊。迄个今拄元宵节。搁再来是咱南部吼，都欠水啦，所以讲哦，加加唱一歌叫做风调雨顺的歌。我说来去的是刘文正。爱像什么？爱像冬天里的阳春。但是我唔是要唱这个，我要唱个歌。爱像什么？爱像春天里的我。笑，淅沥沥沥沥，淅沥沥沥下个不停。山谷里的小溪，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为谁飘？小溪为谁流？带着满怀的凄情。小雨淅沥沥沥沥沥，淅沥沥沥下个不停。山谷里的小溪，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流不停。小雨陪伴我，小溪听我诉，可知我满怀的寂寞。小溪，谁带我追寻？追寻那一颗爱我的心。小雨为谁飘？小溪为谁流？带着我满怀的凄情。请问小溪，谁带我追寻？追寻那一颗爱我的心。追寻那一颗爱我的心。来，这首刘文正的歌曲叫做什么名？我这摆主持依照这个惯例，以往同款的，要来甲造一段这个热门的音乐了后，都要来甲公布答案。
友，谢谢，非常感谢爱好歌曲这些观众朋友，大家参加第2阶段，就是这个幼歌、听好歌、幼歌名，电话卡入来，稍等参加抽奖，就要大家做一个杂志，正卡好，谢谢。你这个动作来甲公布。安尼好啊，安尼不过接落我嘛是无法度整理啊。好来哦，公布答案啊嘿。啊，你害我想着过去，心肝乱纷纷，啊，心肝乱纷纷。哦，你若会落袂停。那会落袂停。这首歌叫做《风乃落袂停》。我都搁接啊啦，我记袂完啊啦，吼。好来哦，第2首。三月里的小雨，淅沥沥下个不停。三月里的小溪，哗啦啦啦啦啦，哗啦啦啦流不停。三月里的小雨，刘文正。你今仔这2首真正袂歹呢，咱做侪咱人客吼，拢一届2首拢约着。我曾为他许下诺。那是诺言吧？刘文正的歌吼，有足侪足好听的。很好听吼。我即摆用的时阵吼，嘿，甲冰冰甲招招出来，安尼吼。甲咱爱好咱歌手的乡亲好朋友。哦，就当听到。吼，伫即个恬静的时刻嘿，丰富的约会，耳大破歌声，是啊。自大就唱，来甲所有遮的爱好歌手的乡亲好朋友大家分享。是啊你讲好唔好？好啦。够口碑的哦。安尼有嘿啊口白哦。哦，你讲做这吼，现场伫咧走，你走口碑。是啊，你像讲，我们今天其实咱今日安排的歌曲，有啦，痴情大西港迄度内底都有口白啊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但是咱伫咧安排的时阵，一寡台语的老歌、经典老歌里面，那有足侪伊足很经典的对白，好对白哈。后来我即摆先甲收开啊，嘿，谢谢大家。来，观众朋友哈，咱即摆老师来准备下一首歌曲，叫做《干一杯》。吼，干一杯的时阵呢，我跟你讲干一杯啊，吼。好来，安尼，咱要来进一段广告时间。哦，这段广告足重要的，吼，就是讲咱观众朋友伫几年来了后，哦，包括讲或者生活作息啊，小可有一点混乱。啊，包括讲咱伫咧食食的时阵，食伤咸，食伤济，食伤油，食了过量去，毋是干那，我咧讲，毋是巴肚通啊走出来啦，毋是较大口讲啊，我加一个过年，一个过年吼，讲或者安尼大口2-3公斤，不是这样子而已哦，因为你内底，你的血管内底已经产生变化，哦，循环的障碍，循环无好啊，内底有血油、血带卡开啊。就是爱甲清，这足恐怖的，对吼，健康的杀手啊！对，好来进一段广告哦，谢谢。观众朋友大家好，咱今日再次邀请咱的佩蒂总监到现场。芳玲你好，各位观众朋友，各位爸爸妈妈大家好，我是佩蒂。佩蒂总监，甲你请教者。哦，这个天气一个反凉冷了后，足恐怖的呢。你敢知？3天内底哦，全国200几个，因为这冷啊，全安怎缩去。哇，你知影我这几天嘛是吼，新闻拢咧报袂停。对啊。你知影看到了后，你拢会足艰苦的呢。对。因为足侪拢是年岁较大，50几岁以上的年岁较大嘛。所以其实电视内底吼，拢啊循环较无好。对啦，因为年岁较大了呢，你像你讲，循环较无好。对。水面较少，对，吼，毋敢面水嘛，惊搞流啦，吼。啊，再来就是讲吼，因为天气你个可能直坐条的，是，无想要活动，所以我有啥物方法啊？来，我先讲一下哦，其实大家拢知影有一个成分叫做隐基酶，对，吼，你伫外口绝对嘛拢看会到，是，隐基酶跟纳豆，伊上主要就是甲你内底体内底会塌掉的物件甲养好掉。问题咱既然要食，你个是爱食较有效的。怎么选择啊？来。你也知哦，有个隐基酶，做侪人讲哦，做侪人讲反映讲哦，啊，像有啊，外口有一寡隐基酶，食几啊天嘛拢无啥感觉，红棍仔去嘛是甲红变变安尼，手嘛是咧，要拢麻麻安尼，爱拍一拍哦，手嘛是拢会麻麻的问题，对，所以这是安那，
成分无够悬，过来就是讲吼，伊萃取的技术嘛有问题，萃取的技术也是有问题的。是。所以呢，其实有一间引基美著名，伊就是安那，伊有做一个人体实验，2点钟了呢，你摕来一寡会脱掉物件，伊就开始养啊。是。人家一个有多国的专利哦，过来就是呢，3天了，你会感觉讲你规身躯加啥松？可以3天呢。所以引基美做济，我甲爸爸妈妈讲，你要买，你绝对爱讲吼，伊有保证的，好有一个人体实验的，你食落了，才会对你的身体有一寡改善。如果观众朋友啊，咱来有经过人体实验，迄就是上好的啊。对吼，过来就是你除了甲你摕来一寡会脱掉的物件，甲清好清气了，你爱预防无？要啊，嘛爱嘛，对啊，因为你唔知伊当时佫会去脱掉，佫会生出来这垃圾物件。有1届，就有2届，冇第3届。所以你一定要预防。所以佫有一个叫做鹰嘴豆，就是维生素 K，伊上主要就是预防讲，这脱掉的物件会生出来。哦，好，所以咧嘛爱有这个物件。过来就是吼，你会惊讲，你的水管会变硬无？哦，钙化、脆化。会嘛，你嘛会惊嘛，因为有当时也是垃圾物件较济。是。你的水管也是无弹性，塌的啊，伊个过袂去啊。对啊，伊个会瘪去啊。加上天气一个寒了，就安尼撇者。所以你这个水管，伊嘛是爱有一个弹性伫的。如果无小心塌掉了咧，伊就安尼整过个过啊。安尼爱有吸软度。是，所以有一个叫做松树皮这个成分。是。其实外口足少人爱用松树皮，因为成分贵，这个原料本来就贵啊，足少人爱用松树皮的。问题伊个是真的对咱体内水管有帮助的。哦。所以咧，咱讲吼要顾体内一寡水管，毋是讲吼，干那食一个成分就有够啊。是。伊有足侪问题嘛，会脱掉的嘛。所以讲一定要有复方啦。嘿啦，会脱掉的嘛，啊，咱后尾佫生出来嘛，啊，过来就是讲吼，爱讲落较软 Q 的嘛。对，所以讲，安尼甲你安尼甲阮讲了后，啊，你有啥方法？来，我先讲一个哦，这个商品呢叫做同惠咯。同惠咯。嘿，今仔就是要介绍互大家。好，阮伫外口一盒就是卖2500块。咱这就是像拄则咱配体总监讲的哈，这内底复方成分，咱的同惠咯内底都有复方成分哦，都有隐基酶、松树皮，啊，还有纳豆，啊，还有一个叫做迄个鹰嘴豆，维生素 K 这成分，是，所以咧就是要甲你面面俱到，所以外口食是卖2500块，无论是大条、细条的，也是要互你软 Q 的，拢总有啊，包括甲你通过拢有啊。对，然后咧2盒是偌济，就是5000块，对，5000块嘛。今仔日的这算配体的一个心意，因为我希望讲吼，第4季的爸爸妈妈大家拢买会起，是，大家拢食会起，所以今仔日一口价3600块，2盒就带回去。头一个速度遮紧的啦，今仔是安尼哦，本地一盒是2500块，2盒要多少？5000块。观众朋友啊，今仔配体总监讲的哈，直接优惠哦，咱观众朋友2盒就是3600块。对，3600块。啊，这个天气安尼，我相信讲咱观众朋友拢总足需要。所以讲呢，今仔日我嘛要甲观众朋友吼，特别甲安怎争取，搁加一盒啦。唔是我加哦，我心里一定做。这个哈，这个都是60粒的哦，拢总是60粒的，是60粒，咱同惠咯是60粒的哦吼。好啦，这你的生意嘛，这我的生意。啊，我的生意是降价啊。无啦，你的生意过来，再一次，过来一啦，好啦。无啦，互咱的配体总监。到人安尼啦，我有生意，伊嘛爱有生意啦。真正讲的吼，观众朋友，这个天气吼，不能开玩笑哈。啊，咱回去的时阵，莫安尼啦，这2盒吼，爸爸妈妈食。对。啊，这2盒吼，你就知影讲吼，咱看咱的节目的时阵，有一些长辈年纪都很大了，60、70岁，吼，后迄个80几岁，他的孩子已经50、60岁，但是伊嘛唔知通好保养呢。吼，咱这时段，有当时甲伊关心一下，嘛会使互因食呢。所以。对不对？好，来，我先讲一下。好，来，时间有限。对。所以今仔个是3600。对。买2送2。对。啊，咱今仔限量30组。啊，你我跟你讲，电话赶紧卡。30组就好啊。81来5181对。0800815181，我即马开始来接电话。哦。来，我先甲爸爸妈妈讲。30组了，30组了。来，我先甲爸爸妈妈讲一下吼，其实外口2500。这个价小算合理价格，因为第一阮是大包装的60粒的吼，搁来就是讲呢，阮内底是复方成分，毋是讲干那一个成分尔，毋是讲干那要顾你脱掉的尔，也是讲吼，水管的问题尔。伫外口人是甲这2个
即两个物件是甲分开的，阮囡仔是拢甲割掉的。阮就是要互你食一粒，你就会使全部体内一寡水管的问题，体内一寡脱掉的问题，全部拢互你顾掉。并且阮内底引进的是安那，是日本100%日本进口的。吼，就是美元粉，我相信大家拢有听过美元粉即个引子酶。伊上主要就是你食2点钟了咧，伊就会使让你体内脱掉一寡垃圾物件。3工了后咧，你就会感觉讲规身躯加足松的。你本来有红棍仔筋暗暗的问题，再来就是讲你本来骹麻手麻的问题，你拢会使家己去感受到伊的一寡改变。所以咧，今仔日本来2盒5000块，配贴心意。吼，因为我家己嘛有爸爸妈妈，我嘛足惊，因为有脱掉这个问题，我嘛希望讲电视机前面爸爸妈妈大家拢买会起，所以咧5000块变3600块。今仔芳玲的生意加送1盒，我的生意嘛是搁加送1盒，所以今仔就是3600块买2送2。按讲较歹势，因为外口通路拢有咧卖，所以今仔敢会使限量30组尔吼，30组。所以爸爸妈妈，你要看到的人紧卡，莫互你因为无去照顾到，造成着一生的遗憾。吼，你也知影讲厝里内底也是有一个人脱掉的，倒落啊，中风的人，吼，拢会造成别人的负担。比如讲，你厝里较好个，你会使叫外劳来甲你顾。你也是厝里还好的人咧，你可能厝里个爱有你后生、你的查某囝倒来甲你顾，伊可能爱放下伊的家庭，专工为遮咧甲你顾，无甲你顾阁袂使，因为你个行动不方便。所以爸爸妈妈开一寡小小的钱，顾着家己的身体，这是最重要的吼。来，等你电话线。我你讲，规拢我说，我你讲吼，来，观众朋友啊，外口接偌济我唔知啦，但是我已经大概有10个了呢。那外面，那我们刚讲那么多，超贵，我们再增加20份就好。不行，再加20份。袂使。就这样子，谢谢大家。来，观众朋友啊，电话赶紧卡，因为吼，你敢知啊？咱这项物件是目前啊市面上所有通路啊，咱的成分上好的，上有够的。对。因为整个包括讲说大条、细条，啊，要讲互你啊，要讲互你 Q 嫩呢。所以讲咧，观众朋友，你唔免去食足侪项的哦。而且我咧讲，引进美可能恁嘛拢之前拢有听到哈，咱是从上介好，包括专利的引进美引进来的吼。我先讲者，这个商品吼，伊基本上有超20项的专利，20张的专利伫内底吼。所以讲啊，观众朋友来，今日电话赶紧卡哈，来我们再追加20个就好了哈。080081518108151181。谢谢佩提啦。我咧讲吼，观众朋友，你今日啦08008108000800815181就50组啊，即摆已经超过啊哈，30几组啊。我咧讲30几组，阮小姐咧讲哈，电话赶紧卡，谢谢。来，观众朋友，我们今天是买2盒送2盒哦，2盒再加码，再加2盒哦。来，今天因为今仔是新品首卖。今仔日是首卖，所以呢，特别要互咱家观众朋友，我甲恁讲过吼，来，咱拄则吼，拢有甲恁讲吼，2天就可以让你有感。所以讲，伊的成分、伊的浓度吼，而且是上界大厂的，甲恁做出来物件，观众朋友你做你放心哈。而且咱的配方，你看嘛，遐配方遐济着吼。好来，感谢。好，来，谢谢大家来电话，继续互咱观众朋友拍啦吼，空白空间，恁刷卡吼，刷卡互恁照，刷卡拢总乱去啊吼，总抱歉。我才12个啊。来，观众朋友，恁敢知影讲吼，尤其是咱过年过来的时阵，哦，拢总因为饮食习惯，血较靠较落，你会感觉讲啦，骹手的冰冷会水肿，哦，甚至喂，你讲，来好来。血栓会影响什么？你皮肤嘛会无好哦。毋是干那会感觉讲心肝头咧白白安尼尔哦，会假疼尔哦，毋是安尼哈。包括讲耳啊，有的观众朋友甲我讲，我来用感觉讲安尼，耳腔拢个乌叫啊，无就敢若去烘掉、脱掉的安尼啊。我甲恁讲，迄拢总是因为血塌的关系。吼，血塌的关系，也是讲微血管，迄有的人洗掉血管啊，迄目睭啊拢红记记对无？你讲啊，以前人讲红目膏迄啊，眼睛也会受损。吼，所以讲咱观众朋友，平常保养2粒就好啊。但是你若进前捌有安怎，有跩问题，
哦，捌去心血管，捌去读过，捌去小中要中风过的时阵，我希望你早晚各2颗，因为吼，你知影中风的人就有1届，有2届，有第3届呢，啊1届会比1届搁较严重哈。后来吼，所以讲呢，观众朋友电话继续互恁卡，啊我即马先老师你要倒接者啦，吼就开了吼，后来。因为规个拢总满线，啊！我跟你讲哦，新朋友像这个哦50238这啊，你是新朋友，我都现在都甲你写主记，没有办法吼。阮小等下小姐会甲你回拨电话，啊，你就等恁拄则若有甲恁留电话再人客，阮小姐拢会等下一通啊一通拢甲你回电话吼。所以讲你不要紧张吼，莫紧张。啊，你若当然你若老朋友，我都安那有客边我来写开，我就知影吼，好不？好来，谢谢哈，来。我即摆要来邀出着今仔中奖的人客，吼，咱拄则咱有邀歌嘛，吼，啊，这是咱节目，这是特别帮人甲公司争取，哦，今仔送咱这个啊护膝，哦，护膝啊一组要千外块咧啦，外口来买的时阵，好了，导播爱到奖吼，来，我即摆。来哟！哦，来，赖美玉姐姐，你个这恭喜你哦！哦，拄则就这个音乐较走入去。好，谢谢大家，感谢。来，老师来安排一首歌曲啦吼，啊，芳玲呢，等下就来线卡甲恁做服务吼。家拢总是我跟你讲，咱观众朋友。真正啦，这差15通。这组吼，这红毒菌啊，这已经是芳龄甲恁争取足久的，而且呢，咱特别甲恁争取这个介绍，就是讲，互咱遮济观众朋友，你拢会当安怎？会当食会起，食会招运，食会知影。唔是讲安尼食2工啊，就讲食1个月啊，你著我咧讲吼。你若伫咧课伫咧落的时阵是安怎？是种慢性的，吼慢性的，倒来啦，我拢接袂起啊啦吼。来哦，佩岑大哥，哇，来，我等下甲你。元宵节大家大团圆。你也加等一时啊啦，好来，我来线卡倒接电话吼，啊观众朋友，小等落节目了后，芳龄拢总伫线卡甲恁倒接电话吼，所以讲你会记咧。电话继续卡哦吼，谢谢。爱把握机会。谢谢大家。20奖的这个世界专利，吼，你会像这个麻痹、平冷啦，包括的时阵，就像这个哦，不是咧铺红巾啊，这个来做这啊，吼，只要来气，要把握哦。吼，安尼，拢总真好。谢谢。干一杯来。回来，佩岑大哥，拍谁？要一组哟，要一组。我下台哦嘿，我帮你呢。干一杯，既然你我相会，不必讲出的气味，谈着也做过，烧酒搁再干一杯。又来干一杯，干一杯，尽量来饮，予伊嘛西嘛西。无论有啥物困难，袂当解决的问题，暂时莫想遐多。这水不知天也地，看起人生的。